来看惠林县今年国校1年级的学生囡仔只有4474个人哦，佮比去年减少288个。惠林县教育处是表示讲，未来豆豆啊，甲一寡较细间学校收起来，学校只剩4个年级有学生哦，就改做分校；只剩2个年级有学生囡仔，就改做分班。最后只要家长同意，学校就会收起来，还是讲甲其他学校合并。 小朋友真欢喜咧画图，画上许多生活互相分享。新的学期开学日，惠林县长和平国小今年国小1年的新生只有1位，但校方提前规划，部分的课程以混的教学，希望虽然只有1位新生，卖当互囡仔多元学习。的学生人数虽然比较少，但是呢，老师反而因为这样子能够分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每一位孩子，因此对于孩子的差异化教学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你慢点去，他们还有课后辅导。 嘿，我有时候上班啊，还是怎样啊，还可以说留到5点还是怎样。文管部教育处表示，受到少子化影响，今年包括高雄中华等地，陆续传出国校裁并后，惠林县112年学年度，原来国小1年的新生4474人，比去年减少288人。虽然惠林县照教育部一人申办的政策。 但未来将采取自然淘汰方式进行小校裁并。我目前的做法就是说，一个学校有6个年级哦，那如果他有2个年级真的没办法成班的话，这个学校我们要改成分校，改成分校。那如果分校4个年级当中有2个年级又没有学生的话，我们就会改成分班。改成分班大概原则上要准备就是要收强。教处就讲。 这几年来，真侪学生人数较少的偏乡小校，经过转型变成特色小校，嘛和当地社区结合，监督请学生来读。但若拄到学生人数不断减少，嘛经过家长同意来裁并，对学校采取活化方案，互囡仔更适合生长和学习的环境。记者王文报道。